喺繁華嘅北角區，想住嘅地方相對寧靜一啲，楓林花園亦都個唔錯嘅選擇。今日我哋嚟到608尺嘅兩房。喺北角區咁繁華嘅校舍裏邊，如果可以住嘅地方可以寧靜少少嘅話，建華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今日我哋嚟到楓林花園，由呢一度我哋落翻去主要港島英皇道，都只係需要幾分鐘嘅步程。客飯廳各自有窗，可以增加翻空氣嘅流通，而坐公道亦都非常之唔錯。喺實用嘅空間上，亦都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廚房係單排嘅設計，而第一間嘅房間間隔上亦都相對方正，而浴室嘅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唔錯，加上有活動明窗同浴缸嘅設計。又有另一間房間喺大門嘅左手邊，可以考慮翻做一個衣帽間，而另一邊間隔亦都同樣方正，同樣都有對流窗。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如果你有咩意見可以留言俾我啦，我係 Pierre。